过去呢，这个窄港社区呢，它会积淹水，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边的社区的一些抽排水的能力不足。那因此，我们在这一次，我们透过内政部营建署争取了5300万元的一个经费，来办理了191米的一个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新建。那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6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抽水站体的设置完成之后呢，将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积淹水的问题也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改善。阮这是因为823水灾了后啦吼。互阮饮水哦，因这百姓是足痛苦的。有这个抽水站了，阮感觉讲应该来吼，会改善到阮饮水的痛苦。地方哦，一寡生命财产可能会较有保障啊。因为阮听讲哦，这是低洼地区啦，平了做大水就大家拢饮水啦吼。经过阮的努力安尼吼，争取安尼市府这个都种100边的引水源。都要地标较紧，都要做较今年，都安尼好。相信对阮的这百姓财产生命真重要啦。可能会改善足多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学甲区在集水溪以北的社区属于易淹水地区，如窄港、西平寮及学甲寮。每逢短时强降雨，加上地势东高西低，积水无法正常排放，就会导致聚落淹水的情形相当严重。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投入5300万的治水预算，将窄港抽水站抽水量提升，并增设雨水箱涵，把保护标的拓展至全聚落，大幅提高社区防洪抗洪的能力。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对于学甲来讲，北学甲是往这个集水溪，南学甲是往将军溪，两边来排洪。那所以说，两边的水系虽然一个学甲，但两边的水系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是在北学甲，所以能够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或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这个水赶快排掉，那很重要。那尤其当集水溪的水位升高的时候，那应该要把水闸门关起来。水闸门关起来，内水就无法排出去了。那所以说借着这个宅子港、铁亚港的抽水站，赶快把内水抽掉，那就避免我们这个社区来积水。因此呢，这个抽水站是很必要的。那能够有这个3.6 CMS 的这个抽水量，也就是每秒钟能够抽掉3.6吨的水。那这样子对于社区防洪有很大积极正面的帮助，也对于这个水患的减少或甚至于消除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说，铁亚港抽水站、宅子港抽水站完成之后，这个地方能够民众能够永保安康。你好，是顾永基，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成立4档的台湾钢铁足球队，连续3档在全国联赛夺得冠军。今仔日总领队刘福才特别向市长黄伟提来献奖。市长表示，不管是对中央到地方，或者是企业到选手，大家做伙努力，希望打造台湾卡球的王国。大家一起努力，从官方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选手，大家一起努力，能够打造我们台湾的足球。事实上也非常感谢我们台湾钢联，3年来3连霸，成为企业甲级足球的冠军。这个部分是非常不容易的哦。大家可以看到，在许多条件这个需要努力来经营的情况下。一年的打出这个江山来。那今年2023年又要开训，那谢谢各位教练，谢谢各位选手，大家的努力。我们不管是城市，不管是官方或者是民间企业，我们都会成为选手最大的后盾，一起来打造我们台湾
台南的足球王国。会中更替集团的会长谢玉明，除了鼓励卡球队会用继续取得好成绩，嘛希望借由运动球队甲城市的观光来结合。而总领队嘛提出3项的目标，包括卡球向下扎紧，继续争取2023年刺甲联队4连霸以外，另外嘛希望伫个亚洲俱乐部的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首先呢，要感谢台南市政府呢对台钢足球队的支持，然后提供我们场地呢，让我们能够练习、能够比赛，才能够得到3连霸这么好的佳绩。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让运动赛事呢，能够结合城市的观光呢，然后来尽一份的力量。那台钢企业呢，其实投入台湾的足球、篮球、棒球，都是为了一份企业责任的坚持。也希望呢，这个运动赛事呢，能够在台湾的南部呢，能够掀起一份热潮。对我们的工作团队有3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我们要在台南市一起往足球往下扎根。我们前年又组织了梯队23岁的台钢，也有18岁的台钢，也有15岁的台钢，也有12岁国小的台钢。我们第一个目标是往下扎根。第二个目标，我们是争取2023的刺甲联赛的4连霸。第三，我们要争取今年2023有亚洲俱乐部的比赛，有4队6场，3场是在台湾。我希望我们争取好的佳绩。现场集团会长特别颁奖130万，给台湾钢铁卡球队，在2023年将第3届代表台湾来出战亚洲各区域的职业俱乐部的球队。而台湾钢铁嘛，将在3月开始进入训练的备战，准备迎接新赛季的挑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流浪狗配合专业的训练，就用成为警察的勤务犬。这是对2015年台南市率先全国推行零扑杀的计划，鼓励民众领养流浪狗。目前全市警察局总共领养有23只，甲警察人员做伙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市政府从105年推动零扑杀之后以各界领养。那我们警察局也呼应市政府，所以我们有领养警卫犬。那目前我们台南市政府各界警察局还有23只分散在各分局。那我们分局分别有3只，有大头、臭宝及花花。那待会我们3只警卫犬会出来亮相，跟大家见个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有热心的地方自然的企业，益利康，我们陈余陈总裁。在吕维女议员牵线之下，来跟我们这个促成这段佳话。那我们分局是代表我们警察局各个分局敢接受今天的捐赠。透过议员朱正轩甲前议员吕维英的牵线，上澳梅合办年会宠物食品的厂商，甲益利康国际生机集团共同捐赠50箱的狗罐头。加150公斤的益生菌酵素饲料，给台南市的警察局，希望帮助警务犬来补充体力。搜救犬或者是缉毒犬或者是像现在我们这个警犬我们都叫做功能犬那这个功能犬呢，对我们的民众的这个生活的帮助很大那现在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能够捐赠一些这些狗粮给他们，能够让他们吃得健康，然后也让我们民众能够常常来看看他们，心情也会很开心。捐赠仪式其实要先特别谢谢我们的2位陈董，长期以来对于我们警政的关心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不仅是我们警务的基层人员都相当的关心连我们这个陪伴的工作犬我们的波利士犬也特别照顾到所以从108年以来我们都有持续的捐赠这个活动，做狗粮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警察局也作为表率来执行这个认养代替购买的这个行动，然后来支持我们
零安乐死的这个政策，让一些在收容所里面的毛小孩也可以呢，透过一些训练、专业的培训，然后成为警用的工作犬。那我相信可以成为警用的工作犬，其实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毛小孩经过专业训练以后，也都可以成为各个行业的工作犬。业者表示，狗仔是人类上适中的朋友，望借由这件活动抛砖引玉，提升市民领养流浪狗的意愿，真正达到灵菩萨的目的。做伙将台南市打造成更加友善宠物的城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连假最后一天，首届摇滚春天演唱会落来登场，由饶舌教父大基拍头阵，再来台南400年的主题歌。台南我爱你，台南我爱你。基础卡斯阵容非常的豪华，有 AKB48 官方海外姐妹团体 AKB48 Team PP 再来精彩的表演。另外，还有为选秀这部出道的青春男团原少年。慢慢靠近，一步一步过，一二三，牵你的手，似乎要被你颠倒。除了有偶像团体，更有实力派的金曲乐团米先生。是爱的多么晚，别怕，我们都总被在这手边上。还有现主时上行的乐团告五人成20招，再来一连串的经典歌曲，引起大家的歌迷来斗阵唱。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稀释，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我会远方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压轴登场的是超人气男团吴建清，和演唱会气氛嗨到上高点。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上台，甲歌手罗俊硕以及大家的歌迷做互动。罗俊硕呢，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他？他是我们去年第一场演唱会的第一组演唱者，对不对？对。所以我一定要找他来，而且呢，因为我们去年这个耶诞跨年活动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讲说，今年一定要再找吴建琴，所以我果然找过来了，对不对？对，说到做到，说到做到。演唱会举办的地点就伫咧大台南会展中心，兼具展览、会议、等多功能场域。市府未来会争取更较侪活动来台南，活络台南会展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台南创造更较侪的经济效益。台南新闻综合报道。疫情趋缓，去年恢复举办的台南高都国际步行马拉松有1万多人来参加，而今年疫情解封，吸引全国将近2万人来报名。市府伫今仔日就5举办赛前宣传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这次总共有19631，19631位，已经突破了疫情前的报名人数，所以说参与非常多，加上裁判，加上啦啦队，加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突破2万人，所以说这是有历来规模最大的5度半程马拉松，分成3组，半马，还有10K， 还有5K。台南高都国际步行马拉松以国际密度上悬以及传统地势小只闻名。沿路唔但欣赏到古迹以及美丽的风景，同时提供低卡、卤味等地势美食小吃，为参赛者补充体力。其实，在这个时候因为一般马拉松都在秋冬季，那在春季以后，因为夏天太热，你办那个马拉松，有时候选手的体能耗损比较大。那我们在差不多到3月，在到3月中以前，我们都办马拉松，差不多是可以。到4月以后，天气就比较热，尤其在南部。因此呢，欢迎大家来全台湾最负盛名的古都半程马拉松。当时体育就像咱的市长黄伟哲来咧做以后，非常的重视。
这咱大家拢有亲手有感觉到。所以讲，你看含这个古都嘛，这个会使讲是咱台南市的代表性。这届报名敢若讲要将近2万人吼，人间看有突破10万人的吼，这是一项足好的现象。市府体育局也甲在地业者合作，只要凭着参赛号码簿，就会当享有观光优惠。高都国际半程马拉松也将伫拜日开跑，到时阵中西区、南区以及安平区拢会进行交通管制，请民众多加注意。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太浓意远，疏切真。肌理细腻，古均匀。喙内念着当代诗人杜甫的丽人行，知名的国画大师杨小宁以水墨画画出人物、花鸟以及动物，尤其是伫新汉画的领域是国内第一人。新汉画它是古汉画的再现，也是通今贯古的大语言。它可以说是兼收并附了壁画，还有浮雕、唐三彩，这个民间剪纸。皮影、刺绣这些民间艺术的精华。伊的作品曾经伫中国上海、北京等地拢有展出，作品甚至互总统府收藏。而即摆会来到台湾展出，是因为伊曾经互烧伤，来到台湾接受治疗，为着感恩，用伊家己的双手来回馈台湾，并用作品来展现中华文化。我们台湾的乡亲在那时候也是帮助我、鼓励我度过了那个难关。那我就想着我好了，我要用我浴火重生的双手来回馈台湾。这次展出的这幅汉唐雄风，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都没有第二幅。这个画主要表现汉王出游的阵势，前面有这个侍卫，还有他的皇帝的儿女啊，还有宫女啊，还有一些他的子孙后代都在车上坐着出去游玩。即摆杨小宁老师伫台南的展览由新城艺术来牵线，伫台南美术馆做展出。展期为元宵节开始，为期1个月，互大家不止看花灯，也互大家欣赏无同的艺术作品。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摕起手机一直翕相，为去年和到今年的珍珠美人鱼，为今仔日开始伫台南限定登场。除了有每一个艋舺角色的牌仔之外，更加入新的剧情场景，互一个8年级生拢讲这拢是童年的回忆。童年，然后是他的铁粉，然后他的主题曲我们都会唱。有对哪个角色比较印象深刻？诺威尔，然后星罗、沙罗，还有凯特，对，很帅。踅到后壁，还佫有周边商品会当互粉丝来挑选，互人拎袂掉上甲荷包摕出来，也毋过先莫着急，行到隔壁还佫有伊。今年是兔仔年，68岁米菲兔限定展览也伫同一个时间登场，为米菲兔安怎出世到画作、大型翁仔等等，拢总拢有。另外，周边商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展览一路展到3月初，假日无妨来踅踅咧，来回味童年。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绘本老师在前面导读绘本，下面是一群坐着轮椅打着点滴的小朋友，因为生病了，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但看到绘本老师来医院要讲绘本故事，家长还是带着小朋友出来听故事，暂时忘掉病痛。讲故事啊，跟他玩啊，哎，大家一起玩扮家家酒。这是高雄市立图书馆举办的推广亲子绘本共读活动，鼓励亲子透过共读绘本学习绘本故事里要传达的观念和知识。特别是在孩子生病住院期间，亲子也可以透过共读绘本，让孩子学习如何控管自己的情绪，也有助于病情的恢复。有些呢父母呢，他跟我分享说，譬如说他小朋友会怕黑，结果呢透过那个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告诉小朋友说如何去
克服这个怕黑的一个情绪，然后呢，小朋友透过共读，他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处。表现就是表达能力会比较好，然后在学校读书的话，跟老师互动也比较好。他会静下来坐那边看书会研究这样说书是怎样的内容。借由阅读绘本，除了可以稳定情绪之外，绘本里也可以教导孩子许多知识。透过一再重复的听与说，孩子对绘本里的内容会更加深刻。家长也可以训练孩子角色互换，变成绘本老师，讲给阿公阿嬷或其他家人听，让孩子的表达能力和思考逻辑更成熟、更敏锐。小港市立图中，我会带去那边看书，这样类似那种书。他有时候在学校听老师讲故事，讲完会回来跟我说。对，老师会跟他讲说回去跟妈妈讲，今天在学校讲故事。如果可以有亲子共读，他们的语言能力、智慧，然后讲话的内容都可以有明显的增加。那尤其是在3年级的时候，大概就可以有3000万字的差别。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父母亲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共读，然后学习成长这样。我们在你怀孕28周的时候呢，在你产检的一个医疗院所呢，都可以领到我们这样子熊爱读册的书盒。那领到这个书盒之后呢，里面有一些那个手册，教导您如何去跟你小朋友做这样子的分享。亲子共读绘本不限任何时间和场域，亲子从小培养阅读习惯，效果将是日益扩大。高视图为住院病童带来欢乐的绘本故事，一扫住院的枯燥乏味，也培养亲子的阅读习惯，为未来的学习之路奠定良好基础。记者潘之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板友们在滑板场上玩着极限运动，专注、保持平衡，不断重复动作，增进技术。这里是高雄市青埔捷运站下防孔地。我们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试营运，很多的青少年朋友，那大家都有去试用。目前的这个评价都非常的高。滑板运动是许多人的休闲娱乐，因此高雄市运动发展局争取经费，滑板族的青年朋友拿出许多国外的滑板相关资料，运发局与建筑师共同讨论，经过1年多，终于完成。陈市长上任之后，对于滑板的这些族群非常的重视。那同时滑板也正好是2024巴黎奥运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我们就跟体育署来申请这个滑板的这个经费。那当初是申请到的是2000万。这个春节的期间，甚至有中北部的滑板族也到高雄，一共住了7天，只是为了要体验这个新的这个滑板场。不止中北部的朋友特地来高雄，更有外国朋友表示，最近来到高雄，天天都来这里玩滑板。I like the skate park. It's a lot of fun. I found it online, and I've been in both Taipei and Taichung, and I came down here to get some warmer weather, and I came here with all my luggage. Came straight here off the train. Yeah, with all my luggage. 就是其他地方地板没有那么滑，就是如果摔的话会刮皮肤啊。对啊，这边的话比较安全。场地的道具比较多，比较好玩。就动线吧，动线都蛮好的场地道具的距离都蛮宽的。在滑板场现场可以看到，旁边还有尚未完成的部分。运发局长表示，经过试营运，发现仍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些要调整的包括周边的植栽，还有这个灯光的这个部分，以及呢在过年这一段试营运时间，我发现说还有一些曲面，我们要再做一些修饰修补，那可以让这个滑板场能够臻至于完美。青埔滑板场有阶梯平台、碗形平台等等多项设施，不论程度如何，都能带着滑板前往练习滑板技巧，挑战极限运动。记者邱玉婷、庄淑婷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